新加坡政府为着要解决塞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收正贵的车证的费用，一张至少要新台币245万块起跳。较大型的车一张车证嘛已经起到台币344万，是这个政策伫1990年实施以来上贵的计数。新加坡是全世界生活成本上悬的国家之一，有一台车会当讲真车祸的代志。为了整治塞车的问题，先国政府伫1990年引入车牌配额制，用来控制汽车的总数。主管机关每个月会举行2届招标会，车主必须先成功得到效期10年的车证，才会使买车甲开车上路。若做想要买的是 BMW 还是免治这种高级车，敢若车证的成本就差不多相当，也是超过新加坡一个标准家庭年收入。新加坡10月头一轮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已经伫测试结束，1600cc 以下汽车车证限购价是新台币10.4万，差不多台票245万。是2020年4倍外 ，SUV 等大型加高级车组车证的计数是新加坡币146002块，差不多是台票344万，起我买新加坡币5000外。大型车是新加坡币15.2万，差不多是台票358万。若是起新加坡币7000外，还阁头一遍突破新加坡币15万。车证只是车主得到买车的权利，也阁有车本身的成本要考虑，国家税金加进口关税。车证制度让新加坡人变作是全世界买车成本上贵的国家。举一个例来讲，伫新加坡买一台 Toyota Camry Hybrid 标准新车，国家税金加车证的成本了后，要付差不多新加坡币25万，也就是差不多台票588万，比美国贵6倍。新加坡人口大约550万，也是世界100万好业人人数上济国家之一。不过，对平均年薪新加坡币7万块，我买台票165万，家庭年薪中位数12万1188块，我买台票286万的新加坡人来讲，车证是买车试车一大难题。到去年底，全国私人汽车数量较无100万台。公司新闻，沈乐培编译。